由於柬埔寨宗教部收緊法例，要求教會必須擁有自治物業，以及要有至少50個家庭先可以獲發牌照。香港宣道差會喺柬埔寨金邊嘅3個單位金邊堂、宣恩堂同埋生命之光團契，未能夠喺呢個條件底下獲得續牌，因此佢哋喺2025年4月正式合併為宣道會金邊堂。天父嘅預備，宣道差會自2016年起逐步購買土地，先後取得合共超過6000平方米，部分土地已經興建咗 HRDI 人力資源學院，並且預留1200平方米為教會未來嘅發展作準備。目前3合1堂會之後，教會暫時用 HRDI 嘅禮堂聚會，崇拜人數由原本嘅70人增加至90幾人。金邊堂計劃興建一棟單層建築，目標建築可以容納超過100人嘅禮堂，並且設有兒童同埋成人聚會空間以及辦公室。9月已經完成簽約，10月動工。建築期約半年，預計喺2026年5月完工。期望金邊堂能夠成為一間祝福柬埔寨、牧養信徒屬靈生命成長、推動青年以及外展事工，吸引更加多新朋友參與崇拜嘅地方。整個建築計劃預算為500萬港元，截至9月中，我哋只係欠100萬就可以達到籌款目標啦。弟兄姊妹，誠邀你同心參與，為工程進度同教會侍奉團隊禱告，並且以奉獻支持，一同建造神家，推動柬埔寨嘅福音工作。